再来看宜兰收容所，讲有一个已经退休的科员，和检方查到讲有咧协助内底送现金，家己接受过手的这种乌西钱。目前这个科员嘛去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宜兰收容所告表出收钱案件，这3月大退休的姓大科员，和检方查出涉嫌协助收容人带现金、佮收钱，不法锁定爱去调查。检方传回切人，佮以违反贪腐治罪条例成压姓大前科员，法院裁准其他6人请回。那本案经检察官复讯后，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所犯为最轻本行为5年以上之重罪，并有串证、逃亡以及湮灭证据之余，有羁押之必要。检察官当庭逮捕被告，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这不是伊第一摆犯案，伊伫2012年做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专员的时阵，趁清点1年顿，头2工20万，被判6个月。这摆检方伫调查去年宜兰收容所3个保全人员涉嫌收钱带现金的案件时阵，架查出涉案，发动搜查。基于侦查不公开，我们也不方便多讲什么，但是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检调的一个检联的一个侦办啦。宜兰收容所标出贪渎案，移民署表示，收容所会专程配合检方调查，因为调查无公开原则，对案情无方便加讲。不过，闹当事牵涉不法，绝对袂暗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